全名妖婆比亚比，112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中國中學生朱世彥強編號3號莊瑞麟研作。打造日頭正對東片妖婆水嘅後背放起來，飛放有長木嘅金線就殺入天堂。我堅定嘅抬一起，就向歸路嘅老鐵馬來到我嘅百果園，閒話講，我今本日頭一出來就到誒，算當做咧。冇配到正踏入園度，隔壁種大梨嘅阿賢哥就啲嘅大上喊咧。哎，日頭按過嚟爭到我，敢做遊戲？哎，我都按做咧，韓書記也阿賢哥係歸暗部，唔是衰係麼？讓我7早8早就來到，心肝還想等，再看又唔係認輸，順在就應記，無啦，唔係來做事，來看妖婆嘅啦。我嘅三言，第三兩必定嘅無辣度。那係讀到像今本日安樣嘅好天時，打造就會有3、4隻大妖婆，第4位嘅山東黨比亞比嘅。同阿賢哥嘅嘴鼓都還忙搭說，行到遠遠嘅蔬菜傳來咻咻，嘅聲妖婆出來誒。阿賢哥看到妖婆出來，做定嘅神色也冇心做咧，停定一稱。來聽接嚟嘅工人，坐啲牙公寮嘅陰陽下，欣賞也出太自然嘅表演。看佢到下開重重嘅一格，停定氣流，慢慢地，今天嘅盤，一個，金盤竟然都未變做天邊嘅一粒污點，就像係有牙嘅天堂王者，對天堂看定佢舒服嘅土地。上班下，還會看到幾道香騰騰、木當當嘅天地順風嘅樹丫蛋糕，好點點無聲無說就中講下，一入目又轉身鼻光鬆，嘅漸漸哩哩嘅走風，已經夾定一米挨到身頭嘅沙果，就一路咻咻咻，風聲嘅鼻入細細嘅樹那底度誒。有上時看佢到啲高高嘅天堂彈來比起，忽然間加兩片一夾一豎，對天堂切切就講下，我心肝度還想等，也隻妖婆也下運是無命咧。唔過看佢樣樣都會衝到天來誒，加一夾一下，呢就一寸，一入目時間嘅呢就風。唔知那時又撒到一隻眼神寒啲嘅扭啊扭嘅太露出誒，第一轉身又避到半天高咧。幾千人看妖婆表演，看到最白白誒，有人講，難怪啲也搭3眼做眼球洗頭，難得看到啥個就係有也到妖婆，舒服也搭土地。帶到也是國裡嘅老嫩大細，真有好安生生活啊！什麼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